郡主到。不知岳西郡主到访，下官有失远迎。赵大人多礼，倒是我突然来访，惊扰了大人。啊，哪里，郡主客气了。此次到访是因瘟疫一事。不瞒郡主，下官收到宁家消息的当天，已经找大夫确认了瘟疫一事，当即将此事上报朝廷。只是益州路远，还未收到上面的旨意。可现下百姓仍聚集在一起，瘟疫只会传染得更严重。可益州地处江南腹地，并无多少士兵镇守。若是百姓知晓瘟疫，一旦发生暴动，我们根本就压不住。可赵大人知不知道，不止益州，若是在等旨意的期间，让瘟疫流传出了城，危害到了其他州县，只怕不只是百姓暴动这么简单了。殿下说过，见此章如见他本人，只是不知赵大人还认不认这章子。本以为岳西郡主不过是太子殿下联姻的选择，没想到殿下信任他至此，连私章都交给了他。请郡主吩咐，下官定听命行事。当务之急是请大人封锁益州城门，避免瘟疫流传出去。大人，我们现在已经……郡主，这话说晚了。下官刚刚收到消息，益州城门已经从外面封闭，现在的益州无人能出。这么快，京城到益州，不论是一差800里加急，还是飞鸽传书，最快都要10日才能送达。封城的消息今日就到了，说明最起码10日之前，京城就收到了益州瘟疫的消息。而那个时候，益州的丧事变多，不过刚刚出现了一点苗头。这究竟是有人未卜先知，还是说这场瘟疫本就是一场阴谋？其他几个都送过来了。大人，城中百姓不知从何处得知了有瘟疫，现在全部聚集在隔离点，闹着要出城。守城士兵喊着要将他们格杀勿论，我们快拦不住了。哎，快我们出城！我们要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臣以为益州人口数10万。一旦因为疫情引发暴乱，3城的城卫军怕是也难以抵挡，还请圣上调兵提前镇压防范。臣以为瘟疫自古死者10有89，此乃天灾，非人力所能治愈。避免瘟疫扩散，增加死伤，应死守益州，不许任何人出城。益州地处江南腹地，商贸发达，耕地众多，更有人口数10万。若是弃城，不仅尸横遍野，此后益州耕地无人种，商贸无人理，对我朝更是损失惨重。关键时刻就应该壮士断腕，虽然代价有点大，但却能保附近其他州县百姓安危。再说了，如今益州瘟疫横行，如此天灾，又有谁敢进城援助？谁说没有人呢？圣上如此英明，我倒要看看哪个居心不良的要弃了我宁王府的族地。臣不负所托，北琼已鸣金收兵，主帅撤离，只留了小部分人镇守边境，已无再战之意。此战
我朝大获全胜。好，爱卿辛苦了，朕重重有赏。臣只是做了分内的事，此次回京，听闻益州疫情严重，心中难安，便匆匆赶来，未曾换甲，还望圣上恕罪。哎，无妨，爱卿担忧家人乃人之常情，何罪之有啊？既然爱卿回朝，那你对益州的疫情可有对策呀？回陛下，臣以为必须驻扎重兵防守，这样能防止疫情蔓延，防止百姓暴动。但是益州不可弃，若弃了益州，百姓人人自危，恐怕产生暴动啊。若益州可弃，其他城池皆可弃。若在此开了先河，如果疫情一旦泛滥，那我朝便救不了一人，守不住一城，此损失巨大。陛下，千万不能开这个口子呀！宁王说的轻巧。益州疫情泛滥，如此严重，又有几个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城中救助？臣愿前往。哼，可光您一人可不行。若要派人，那便只能增兵。各军队均驻守边疆，所隔甚远，御林军守护皇上的安危，皆不可轻易调动。臣这次大胜归来，特准了北疆将士常年未归家的假，此刻已经在城外，臣尚未解散呢。带了多少人？5万人。你这是私自带兵入京？你耳朵是聋了吗？我只是准了将士们的假，让他们一同陪我回京，而且我为了急匆匆的面见陛下，所以才未将他们解散而已。哼！爱卿刚从前线回来，理应休养生息。目前益州的疫情尚未明了，爱卿实在是不可以以身涉险呐。哎，不如这样，另派他人领了你这5万精兵前去支援。爱卿，你看如何呀？这，儿臣愿带宁王前往。你是一国太子，怎可以身涉险呢？正因为儿臣是太子，所以应该以天下万民为己任。益州不仅有儿臣的爱人，还有我大理数10万臣民。也罢，将这5万军队交给太子，那宁王便无话可说了。既如此，着太子领5万精兵前往益州赈灾吧。儿臣领命。多亏殿下传书，我才带回这么多将士，不至于让益州成为一座孤城啊。还是要多谢君主。既然希儿这么看重你，那我有话就直说了。您请说。我在京城看住这些牛鬼蛇神，但是你要保证，从益州安安全全地把希儿带回来。您放心，我定以性命护之。郡主，虽然城门被封，但我有办法送您出去。你能送我1人出去，但能送宁家那么多人出去吗？赵刺史，益州为何被封？城中瘟疫，还不让我们逃难，朝廷是放弃我们了吗？是啊，让我出去，我不要在城里等死！你们是要逼死我们吗？我说，我们要。诸位，请听我一言，益州被封，是为了防止疫症外溢，是为了更多人的安全。朝廷的援助已经在路上，马上就到。现在，各位应配合官府，减少聚集，防止疫症传染更多人。
你骗人！外面的兵说出城者杀无赦，你分明就是想困死我们，你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放我们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放我们出去！城中的高官世家早都跑光了，留下我们这些可怜的老百姓。你们这些大官分明就是罔顾人命！就是罔顾人命！本官还在城中，今日之前，根本无闲杂人等知晓瘟疫一事，说有人提前出城，根本是无稽之谈。赵大人的意思就是，你明知道乙州有瘟疫，故意瞒着我们这些老百姓喽？我看赵大人就是故意借着想留在这里的幌子，欺骗我们这些老百姓了。那些有钱人都跑光了，放我们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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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带的人多吗？本来不多，但是属下刚刚从人群中看到了不少太子府的人，应该是殿下从京城派来的，刚进城就堵在这儿了。通知宁府所有的侍卫和府兵，要他们全部赶来城门，维护秩序。加上新来的人，应该能拦住这些百姓一时片刻，不让他们冲出城了。你能从人群中直接把他单拎出来吗？我看他面生不像乙州人，也没在这次病源中见过。明白，郡主放心。我在萧旭府上见过你。不可能，你不可能会发现。大家不要被奸人怂恿蛊惑，速度离去，免得伤了自己。外面驻守的军队说，出城者杀无赦。你们不是想出去吗？我就帮他一把，看他能不能活着出城。赵刺史拦着你们，是怕你们自寻死路。你们以为你们人多，城外的士兵就拦不住你们吗？你们确定要拿命跟城外那些带刀带枪的士兵拼上一拼吗？那你说怎么办嘛？出城是死，留在这里也是死，那要我们怎么办嘛？是吧？是不是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放我们出去！谁说留在城内就是死啊？此疫症不是不治之症，太医和大夫们都在研究治疗之法。若你们出去后发病，试问，又有哪个大夫敢接诊？又有哪个大夫能比城中的大夫更加知晓治愈之法？更何况朝廷的援助已经在路上了，未染病的人，只要听从官府的安排，就不会被传染，也不会有性命之忧。你又是何人呢？你怎么能保证朝廷来的是援兵，而不是来困死我们的？就是啊！况且那些有钱人都跑了。就是啊！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是啊。我乃宁王嫡女岳西郡主，更是皇太子妃。只要我还在城中，只要我的父王和未婚夫婿都还活着，就无人敢弃以州城。真的假的？岳西郡主，真的假的？你见过岳西郡主吗？就是啊，没见过。郡主，你刚才也太厉害了，特别是您将那个挑拨离间的奸人斩杀的时候，简直跟个杀伐果断的女将军一样神气。说实话，刚刚那么多人盯着我，腿脚发软，头皮发麻。还是像现在这样什么都不想才适合我。逼着一个社恐大庭广众之下演讲，简直不是人干的事儿嘛！郡主，目前城中百姓们已经安顿好了，
只是这城中药材极其紧缺，还有重症患者的治疗，因为缺少人手，这都是大问题。徐太医，别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哎，那臣告退。这个马上磨好。这个拿去接。来来来。好些了吗？慢点，慢点。见过郡主。小春花呢？我给她带了糖葫芦来。小春花昨夜病发，没能救得过来。郡主，都是下官无能，至今未能寻得治疗方法。好了，姐姐真漂亮。那姐姐下次来的时候啊，给你带糖葫芦吃，好不好？谢谢姐姐。真乖。若是这场令如此多无辜之人失去生命的瘟疫，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，我定要让背后之人付出同等的代价。打听到了吗？我找到了今月来最先办丧事的10几户人家，居然有一大半都出自同一条巷子。同一条巷子？怎么这么巧啊？若这疫症真是人为制造的，那这巷子必定就是制造疫症的源头。你马上出发，挨家问一下，看看他们平常生活所需的物资的采买和用水都是哪里取得的。是。看来这场瘟疫的背后有更大的阴谋。敢问大娘，你们最近采水在什么地方？哎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最近采水都在什么地方？就在那个地方。郡主，打听到了，静安巷位于西市，大部分人采买物资都会去西市。静安巷的尽头有一口很大的水井，普通人家院子里没有水井的，都会去那里取水。
水井，那去水井看看。这口井最近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吗？奇怪的事情？啊，对了，刚刚还有个婆婆抱怨到，说之前不知道哪个泼皮无赖将不要的旧衣服扔进了井中，大家都骂了好久。旧衣服，去请徐太医过来，让他带人验验这口井。是。娘娘，益州那边已经被宁初曦查到了。死了还是聋了？我要你们有何用啊？一群人斗不过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还有脸来见本宫？他还是杀了不就完了？这么简单的事还来问我？废！宁初曦背后有宁王，有太子，益州刺史对他都是言听计从。我们的人在聚众的时候还被他抓了杀鸡儆猴，他身边还有一个身手不凡的护卫，想要下手，恐怕很难。他在益州待了那么久，竟然没染上疫病，还真是命大。他到益州的时候，宁府里已经有人咳嗽、高热，但他反应太快了，迅速把众人隔离了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让不该说话的人统统给我闭嘴！是。郡主，附近所有的药商把药价翻了几10倍，再这样下去，整个王府掏空也无济于事。周围几个县呢？都一样。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。是啊。郡主小心！怀流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快把怀流扶进房间去。啊，是。得将宁府所有的侍卫和下人全部再筛查一遍，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暗桩。太医，郡主，还好，那一刀扎进去的位置不深，万幸避开了脏器。再加上治疗及时，怀流已无生命之忧了。那这伤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？哎呀，郡主放心，臣先开几服止血消炎的药来，后续慢慢调养即可痊愈。郡主，属下如何担得起郡主行此大礼？救命之恩等同再造，你如何担不起？郡主言重，保护郡主本就是我等的职责。可你是萧先恒的人，若不是听命去保护我，本不用跟我一起进入蚁州，陷入险地。郡主不必自责。本就是怀流心怀愧疚。你对我有愧？之前，郡主被林玉带陷害，我本奉命暗中保护郡主，当时我就带人守在了羽长阁之外，但是，因为我的掉以轻心和疏忽大意，导致郡主被掳，
险些酿成大祸，此事怀留难辞其咎。你是说，此前萧星恒就让你暗中保护我？属下以命相护，是知道，若是郡主出了事，主子不仅会疯，怕是最后也不会躲活。属下越去，本不该跟您说这许多，但属下只是希望，郡主不要因为属下受伤而心怀愧疚，也希望郡主千万要珍重自己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但无论如何，你救我的这份恩情也是实打实的。小姐，小姐，收到消息，殿下他们已经到城外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玉安堂出事了。许是这伙人知道刺杀失败的消息，又得知朝廷援兵马上就到，因此想在这里不顾一切取我性命。若是一会儿刺客进了玉安堂，我会掩护郡主向前跑，郡主只管往城门附近跑，城卫军和主子应该马上就能赶到。玉安堂内全是老弱病患，若是这群刺客冲了进来，整个玉安堂都凶多吉少。郡主，不要想这么多了。郡主准备好，一会儿我让您跑，您就立即往前跑，千万不要回头。别动了，还不赶紧走！郡主，快跑！跑啊！跑快一点，跑快一点，跑得再快一点！怀留和玉安堂的人都还在等着我。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前再爱一遍，想化作风和这一生，我们纸短情长。即便看过一切。